大家好，歡迎收睇 LUA Channel 會長的話節目，我係今屆保協會長 Teresa。今年4月，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發布咗關於推動深化人身保險行業個人營銷體制改革嘅通知。當中咧就係提及保險公司要堅持以客戶為中心，並且明確指出唔可以咧單單宣傳，淨係以保費、佣金等等為衡量標準嘅榮譽稱號。呢項嘅規定可能意味住未來將唔會再鼓勵僅咧以業績掛鈎嘅獎項評選，例如國際獎項會籍僅咧憑年度嘅業績達標等等。我認為咧有關嘅政策係凸顯咗監管機構有意修正保險業發展嘅方向，將焦點從單純嘅業績導向轉移至更注重專業服務品質同埋客戶利益。事實上，保險業嘅本質係為客戶提供風險保障同埋財務規劃服務嘅。如果過分強調業績掛鈎嘅獎勵機制，可能咧真係會導致銷售人員為咗追求短期嘅業績而忽視咗客戶嘅實際需求，甚至可能出現一啲不當銷售行為。保險從業員應該將重心放喺提升專業知識、培養誠信品格以及深入了解客戶需求，而唔係單單純粹追求銷售數字。本着相同嘅理念，保協多年嚟致力推動業界嘅專業發展，強調誠信嘅重要性。早於2021年，保協推出咗認可財富管理誠信顧問 CT Advisor 認證，為業界樹立新標準。呢一項認證嘅特點在於申請者唔單止要完成指定嘅專業課程，更加要求過去3年內冇任何嘅違規記錄，包括嚟自保協相關嘅發牌機構同埋所屬公司嘅紀律處分，體現咗要對從業員操守嘅嚴格要求。同年，保協亦都創立卓越誠信顧問 MTA 大獎。呢個咧係我哋香港保險業界首個由客戶主導並且獲業界認可嘅重要獎項。呢個獎項嘅特別之處在於將誠信同埋業績專業並列，參加者必須獲得多名客戶嘅推薦，同時亦都要得到公司嘅提名，真正體現咗以客為本嘅理念。隨着內地保險業市場發展日益迅速，保協近年更加逐步將呢啲成功嘅經驗帶到內地，積極推動內地版嘅 CT Advisor 認證同埋 MTA 獎項，透過交流彼此嘅經驗同埋心得，使到行業朝向更健康、更規範嘅方向發展。保險業嘅持續健康發展，關鍵在於回歸行業本質，以客戶利益為依歸。我希望各位同業時刻謹記初心，同時呼籲大家積極參與保協舉辦嘅各項專業認證同埋獎項評選，通過不斷提升個人嘅專業知識同埋服務水平，樹立良好嘅行業形象。只有堅持以誠信為本，以專業為基，先至能夠真正實現保險行業嘅價值。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如果大家想獲得更多資訊，記得關注 LUA Channel 保協頻道，我哋將會有更多行業最新消息同埋資訊分享俾大家。再見。